别跟我说你现在在录，在录。要不我说一个秘密。You can speak Mandarin？ Yeah，你是哪里人呀？啊，你可以讲中文啊。对呀、我是印度尼西亚。你们那边是不是中国人也很多呀？对啊，我们这里很多华人。怪不得你中文这么好呢。你为什么中文也是很好啊？你是不是新疆的？对，你还知道新疆呀？雅西莫，呀什么呀什么？你怎么啥都会啊？你是维吾尔吗？维吾尔、Kazakh 哪个？对，维吾尔。维吾尔。可以啊，你懂得还挺多的。所以你在乌鲁木齐吗？不是维吾尔，我记得是你的发音真的很纯正哎。你可以再说一遍维吾尔吗？维吾尔，维吾尔，乌鲁木齐，雅西莫，雅西。所以你准备做什么工作？自媒体那是什么 ，content creator。？Content creator，在抖音？对。别跟我说你现在在录，在录。你这个用的是 iPhone 吗？因为感觉你这个很好。对，新买的手机。那你旧的手机呢？旧的我放转上回收了，还有台闲置的平板也一起卖了，体验还不错。下个单就有工程师上门来收。我那个 iPhone 13和华为笔记本一共卖了5578，钱到账了，工程师才走。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不满意随时取消订单，全程免费，真挺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平板、笔记本、数码产品去转转就对了。哇，不错啊，我也想试一试。要不我说一个秘密，我也是在录。你在抖音有多少个粉丝呢？你有多少呀？我先问你。我先问你的好不好？我先问你，比你少，那我就尴尬了呀。我得说的比你更多一点。你先说。那我有50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有100万。100万。嗯哼。100万。Yeah, 1.5 million。还有个 0.5 呢，150万。哦，对，150万，sorry。啊！